镜头转来看金门厦门的海域真势长紧张。查到阁有金门的民众通报讲，伫咧船只动态资讯系统顶头，发现有超过60只不明船只包围。好在经过海巡调查，确认这是有装信号标的中国渔网啊。另外，伫咧新竹的香山外海，最近有中国的渔船掠鱼掠过界，甚至阁破坏咱渔民的渔网啊。渔民的口气真无奈，因为看到家己伫新竹香山外海捕食的渔网一看，全部已经互破坏，还阁出现大量的拖网，疑似都是边仔中国真大的铁壳甲船所做的。海巡署中部分署证实，有3只中国籍渔船车入进入咱国领海区，大约伫苗栗外部西北方6海里，因过迄天海上真歹，采取雷达监测。中国一直前门大户，还有金门民众查到早起8点外，伫下当及时监测那个海域时刻为各种船只动向的船标动态资讯系统上，发现一堆属于无具体说明船标的铺设标记。出自金门禁限制水域附近，数量大约50-60只，还阁行动金门县府甲国安单位。毋过金门海巡队调查了后，确定是中国渔船的铺网，顶头有自动辨识信号，才会伫系统中显示，互大家行一条。蛮普遍的这种现象，大概推网就很多啊。我觉得现在可能是试射，现在两岸关系互动比较差然后又有那个之前所谓撞船事件，可能气氛比较敏感一点。顶伫中国快艇标准案，淡江大学英语教授刘春山解读，中国民间强烈反映，可能加速北京推进统一速度，也过有学者持无共的意见。谈的15人就表示说，其实中方他们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借这个事件做一些认知战。如果说要谈到什么动武我觉得这一些都是危言耸听当日本认为，中国无意将金门事件相关做台海冲突，也过会趁机会进行定地战。评判未来两岸关系虽然紧张，也过有关会当控制。记者综合报道。